伊本地计划，伊本地计划是吼，这个时间吼，伊应该是伫咧机场啊，要转来台湾。啊，但是咱来听，为什么伊要延期办2天转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我是 Sharon。今天很荣幸，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主日的讲台上面分享我的生活见证，也是我今年最后一次在 Ann Arbor 参加主日礼拜。就像牧师说的，就是其实我2天后就要搭上回台湾的飞机，开始下一阶段的生活。那所以就请大家见谅，可能也会把今天的见证当成我跟大家告别的一个活动。对，那我是在前年10月的时候来到 Ann Arbor， 就是我在 UWMNS 当 postdoc。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门口是在去年的元旦1月1号那一天。那我那时候会想来这个教会，是因为我上网发现我的实验室旁边就有一个台湾人的长老教会，然后从礼拜天我可以做完实验过来就超级方便。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要好好的把台语练好，所以想出来这应该有人可以跟我讲台语，所以我就觉得这已经就是上帝帮我预备好的地方。那所以那一天1月1号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我就记得我查好那个 Google Map 说聚会时间2点，然后地址是这个没有错，然后我就来了。然后我来之后2点我就到处看，就是怎么都没有看到人。就是完全就没有人的迹象，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在到处晃来晃去，但是就是好像也进不去，然后我就想说，元旦会不会是元旦放假？所以我就又默默的又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我就上网上 Facebook 找到教会有一个没有公开的脸书社团，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我就传讯息问她，然后那个女生就是语音，她就很热心的给我牧师的联络方式，所以我就联络牧师，牧师就跟我讲说要怎么进来啊，在哪里聚会，然后我就来了。然后我第一次来参加主日礼拜的印象是很新奇。因为第一个是我在台湾都是参加华语的教会，那我是第一次听台语的讲道。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新奇的地方是我发现那个教会的人好少，就是周报上面写每周聚会人数好像才20-30个人。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么小的教会，因为我在台湾参加的教会现在其实已经是2-3千人的大教会了。但是我其实当时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心目中这个小小的教会，后来竟然会成为我过去1年就是最大的支柱，以及我信仰生命改变的又另外一个的转捩点。那就是要倒带回去说我的信仰历程。其实我就是很普通，就是从小时候幼稚园开始就跟着我妈妈去教会参加主日学，也算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从我印象开始，我生活中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问题，我就是很自然就会跟耶稣还有上帝祷告，那就是很习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反而没有经历过，就是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从那个信到不信到信那个生命很大的转变。那我觉得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于信仰的追求反而没有那么的火热。那我自己是第一次觉得我人生深刻经历上帝，是我在考大学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是一个青少年，就是压力很大，觉得我经历很大的挫折跟负担。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没有人了解我。那我就是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在夜里流泪向上帝祷告，就是希望上帝可以帮我。然后我就觉得上帝一定会救我。那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的信心特别大。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都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好像也只能紧紧抓住上帝。那就是后来经历那一段时光以后，我觉得回头来看，其实那一段就是很孤立无援的经历，其实是上帝送给我一生的礼物，就是他让我知道，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状况，只要紧紧的抓住神，就是在路的尽头终于会看到亮光。那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信念带领我能够顺利的走过博士班之前在念博士时候的各种挑战和艰难。就像诗篇23篇的第4节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
安慰我。那时间再拉回来到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然后我就是每次要用台语念主祷文跟使徒信经的时候，我都常常跟不上。那我刚才发现，我今天其实都跟得上，虽然我就是可能发音还是不标准，但是我拍子都不会漏，就是可以把它念完。对，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每次刚来的时候，我听牧师讲道，虽然是用我不熟悉的，也不是不熟悉，就是不熟悉的方式来听讲道，但是我都觉得好像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就觉得非常深刻。有时候心里有什么挂虑啊或困惑，就会刚好被回应到。对，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有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礼拜，那就参加完就是回去做实验，就是也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有很深的交流。那另外就是我在搬来 Ann Arbor 之前，我是在 San Diego 念 PhD， 然后我刚搬来的时候是秋天，马上就进入冬天，那其实冬天蛮长的，我就很不适应。那好不容易就是过着数馒头的日子，撑完冬天到夏天，就过了一个月，非常开心，就是天气也变好，心情也变好的生活，就是却反而就是生活上遇到一些我意料之外的挑战。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当 postdoc， 我必须帮老鼠做一些手术，然后我有一些就是因为姿势不良造成一些累积的那个伤害，到后来就变成我的肩膀受伤，就变得好像还蛮严重的。那受伤之后，我就是在这里努力想要看医生，但是看医生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要去挂号，然后要去找医生，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就觉得好困难。然后到后来变成看医生这件事情，就变成我无形中的另外一种压力。然后我后来就是干脆就是曾经还买了机票，就逃回台湾去看病再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我本来受伤的部位是好很多了，但是就是很奇怪，我另外一边的旧伤却复发了，而且这次就是变得很严重，比我想象中的很严重。所以我本来可以做的工作啊，然后就是大概只能做50%。然后我生活的一些平常的杂物做的就会超级不舒服，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那时候也因为就是常常都是关心我自己的症状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好像就是也没办法顾虑到身边人的感受，也会影响说我跟别人的关系。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超级无助，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我以前是念医的，我的医学背景就告诉我，就这一切都 make no sense。因为就没有道理，就是就解剖跟生理来讲不应该这么严重，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只能就是努力的去做物理治疗啊，看医生。那但是同时，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身体的软弱，本来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人家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不得不开始就是练习，就是寻求跟接受别人的帮助。那就是在这段期间，就是也是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跟大家的距离拉近。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来就是希望的方式。对，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抽到宿舍，就是要搬家。那 Master C 的弟兄姐妹、团契弟兄姐妹就义无反顾的来帮我搬家。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玉洁，就是帮我 organize 就是搬家的一切。那大家还帮我办了 housewarming party。然后还谢谢仔乐，还帮我邀请各位长辈们来给我祝福，就是真的觉得非常感谢跟感动。对，然后呢，其实那一天我的状况还不是很好，就是我那天只做了唯一的事情就是洗菜跟切菜，但到后来我还是很不舒服，中间就溜回房间休息，然后马上就被大家抓包，然后想说大家都是无时无刻在关怀，我觉得很温暖。那说到我们的团契 Master C， 它就是我们教会的算是青年学生团契。那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去年8月才参加的。那我就觉得跟这群人好像认识了很久很久。那因为我的年纪就是比大家大很多，我一开始要混进去就觉得好像有点改流这样子，但是很快就被这群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就是给同化了。然后我常看到他们对于圣经话语的认真跟渴慕，自己也受到激励。那我也觉得很幸运，能够重温学生时代那种跟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圣经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过去半年来，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我每次都有一些新的看见，我觉得很神奇。对，就因为觉得好像路加福音已经读了很多遍了。那也要特别感谢，就是 Bernie 和素开放他们温暖的家，然后就让我们每周都可以去那里聚会，还有就是那个长辈们就是轮流帮我们准备很好吃的餐点，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然后我这里放的其实可能只是我吃到不到1/20，就超多，但因为都来不及照相，太好吃了，所以就只找到一些照片，对。然后就是很谢谢长辈们的辛苦付出。然后中间有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去年的时候，Bernie 和素有邀请我们一些圣诞节没有回家的人去就是12月的时候去佛罗里达的 Orlando， 而且让我们有免费的地方可以住，所以我就跟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有去玩。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是宰尔告诉我这个消息邀请我的，然后我那时候接到电话，我就觉得超惊讶的，因为我记得我第1年来的时候，我经过第1个冬天以后，我就暗自决定我下一个冬天，就是去年年底那个冬天，我一定要躲到佛罗里达去避寒。那后来因为我觉得身体发生一些变化，生活各种种种的变化，已经几乎完全不可能成行，然后我也不可能一个人去，所以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上帝就是偷偷听到我内心的悄悄话，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就像是我内心最小的那种 whisper， 其实我不是跟他求的，他好像也要告诉我说他听到了，而且回应我。我那时候就是跟宰儿通完电话之后，我其实就想到诗篇的139篇这一段话，就觉得上帝好像就是我的所有心思意念，他都会了解，然后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有任何的隐藏。对，那就是除了在教会里面受到大家的帮助，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我也是总是感受到上帝的扶持跟保守。那工作上就是有愿意体谅我的好老板，然后也有很多给我帮助的好同事，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虽然是非基督徒，但真的是像天使一样的朋友，就在很多的关键时刻给我很多的引导，帮我做出很多重大的决定。那我觉得好像连我后来就要回台湾的工作机会，也都是上帝帮我预备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身体方面，就是我也开始慢慢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向。那我就是记得在感恩节后，Ann Arbor 开始下第一场比较大的雪，然后下雪开始，我那时候连续发烧畏寒了1个礼拜。但是在那之后，我就感觉到上帝医治了我，就是我本来那些饱受困扰的那些身体症状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渐渐那1个月过了12月之后，我可以慢慢回到以前的工作量。那我觉得就是神的带领真的非常的奇妙，因为就是当我担心寒冬来临，一切会变得雪上加霜的时候，反而上帝在这时候医治了我。那这让我回想到我多年以前，我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也刚好是在外在的环境变得好像更加困难的时候，我意外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站立了起来。那我记得就是牧师之前有一次主日讲到的时候说，当人遇到病痛的时候，会向上帝寻求医治。那有时候可能会得到3种回应，第一种就是会奇迹似的康复，就像在圣经里面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一样。那第2种是在病痛的过程中，就是会有神的一路的陪伴，然后慢慢的恢复。那第3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即使到最后病痛还是不会被上帝给医走，但是内心有神的平安。那我就是很感谢上帝这次给我的回应是第2种，虽然我内心还是非常害怕，如果是第3种，那我到底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也变得更愿意相信，就是上帝他不会超越，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那透过一次一次的装备跟锻炼，那也许我会变得比我想象中的更坚强。那我过去1年，我觉得我是一个被打破的器皿，就是又重新被融化捏造，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次的过程中，虽然我的身体跟心灵有时候是破碎的，但有时候反而是因为有那些裂缝，让我能够上帝的话可以声音可以更有机会可以进得来。那我也会学着去倾听跟回应。那就像那个刚才牧师提到说，我本来按照我原定行程，我这时候应该已经在机场的路上，对，然后回去了。但是上帝又用他的方式把我呼唤回来，所以我今天就是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那最后我想，有点暗，就是我想要分享，就是这个星期五，Master C 团契送给我的歌，那我就是帮大家念下歌词，就是最后的2句歌词：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就是可以代表我的心声。然后我要请我的团契唱这首歌给大家，唱这句歌给大家听。我们要唱，就唱对。见证都给我很大的鼓励。那面对下一阶段的挑战，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带着我在这里获得的装备，就是像牧师和牧师娘所祝福的一样，可以刚强壮胆，成为我之后要服务的人的祝福。那最後感謝大家聽我嘅見證，完成地之後每一個